最近歌坛不少歌曲的歌名或歌词都充满创意又难猜，包括新人文慧如新歌开头一句你是否不同意不插手，别人不分手是不对的，就是用双重否定及肯定的文字梗，还有谢和弦就是在说你哦和王心凌的劈你的雷正在路上，都让民众猜不出到底是在说什么。歌手文慧如，爱情10万个为什么，你是否不同意不插手，别人不分手是不对的。Karen CC 用否定的否定句来提出疑问，在歌手文慧如的新歌《爱情10万个为什么》开头独白引起讨论。歌手文慧如，爱情10万个为什么，别再说什么，该怎么爱才不会错。很多人对于爱情都会给意见，干脆大玩文字梗，其实双重否定就是肯定，把不字去掉，你是否同意插手，别人分手是对的，才是要表达的意思。民众很习惯现在年轻人的语言都是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哈哈哈。歌词或歌名有趣让人猜不透，谢和弦的就是在讲你哦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谢和弦就是在讲你哦，所有的生命都无价，亲爱的救国英雄全都举手，全部给我举手，就是在讲你哦。民众是不是在讲他喜欢的人，或者是就是在说他这样，其实是以轻松戏谑的口吻与歌词表达对酒驾的反感，奉劝珍惜生命。还有歌曲劈你的雷正在路上，王心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，谁是谁？搞不清楚谁是谁，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？以俏皮的风格反讽盲从的乱象，歌名其实是一本书籍名称，不少经典语录点破人生真相，也让粉丝猜不透。民众，男生发誓天上就打一道雷吗？第一时间不会马上想到，你可能要听过才会知道。歌手黄子韬，分手不分离，分手不分离，心陪着你，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比我好。民众，分手但实际上没有分手吗？以及黄子韬的歌曲分手不分离，解读的虽是一段结束的恋情，但内心却是永远陪伴的态度。歌名难猜出其意，引起听者好奇，有趣又能吸住目光。